郑小姐，石墨呢？他还没回来呢。有衣帽间吗？这儿？楼上迟墨屋里有一个。拿上去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哪那么多废话？不是，迟墨不太喜欢外人随便动他屋子。我是石家未来的女主人，你叫我外人，我看你是不想混了。你们俩跟我来。换上去。哎，你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哦，刚才郑小姐来过了，在你房间里收拾呢。你在这干嘛？试婚纱。郑宝珠啊，我们还没结婚呢，你现在就迫不及待的想侵入我的生活了，是吗？去旧迎新，你该做好迎接新女主人的准备了。这2天我会搬进来，这件事情呢，阿姨是知道的，阿姨也是支持的，要不然你可以问她。我那只熊呢？什么熊啊？就是我放在房间里的泰迪熊。什么熊？哦，那破熊啊，扔了。扔了。郑宝珠，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别人随便动我的东西。拿着你这些东西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家！你为了这只破熊，你跟我发脾气？还给你！你那么紧张那只熊，难道是好聪明的？这个女真是阴魂不散，人走了还把东西放这儿。郑宝珠，郑宝珠，贱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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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赤墨，你去哪？别回来！怎么不走了？手机关机，他应该也找不到我。哎，不对，韩毅，但是我这个右眼怎么一直在跳个没停呢？哎呀，你那是用眼过度，眼睛疲劳了。敷张面膜，放松放松啊。不对，我总觉得是有什么倒霉事儿即将发生。去开门。你们找谁？聪明啊，那是我嘞，唐花嘞。啊，我今天刚到北京的。唐花。那，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唐花，你怎么刚到北京就招惹上警察了？你惹什么事儿了？没有。哎，这警察叔叔是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和安全送我回来的。哎，警察叔叔，
我已经到了，你可以先走了，谢谢啊，辛苦了啊，拜拜啊，辛苦了。哎呀，哎，你好，哟，你看你都瘦啊，这，哎呀，哎，聪明啊，这就是我们家，哎，蛮好的嘞，哎呦，极好的。哎，师傅，来抽个烟不了？来了。不，北京市内禁止吸烟。哦，那算了。好的嘞。哎呀，真的蛮好干的嘞。这就是你乡下来的未婚夫啊！瞧他那一身 A 货，别管是 A 货还是真的了，反正赶紧想办法帮我把这个活菩萨给请走。桃花，哎，聪明啊，怎么了？你今晚先在这里将就一下，明天我出去陪你找一个酒店，然后陪你在北京逛一逛，过几天就回去吧。啊，不是，我又不是来旅游的，说我要回去，也要带着堂客你一起回去不？哪个是堂客？请讲普通话。这个二愣子是认准我了。你不是出奇的点子多吗？赶紧帮我想想办法。没问题，看我的。你是糖花是吧？啊，对，桃花，你好，师傅。这好聪明，是我的女儿啊！她在我这儿住，吃我的，穿我的。你要想带她走，先拿50万。多少钱？50万，50万。等一下啊。够吗？我好厉害呀！50万就把我卖了。你管那么多，现在自由，赶紧走。走什么啊？他不是我的男朋友，他是我的合租室友，也是我的好闺蜜，她叫韩毅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真的是抓着你不放的坏人呢。那个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我就说吧，见你第一眼就觉得和你特别有缘。你在这儿就住下吧，把这当自己家，随便住，住多久都行。住那屋，我屋啊，想住就住。真的？你别骗我啊！要的，蛮好的。见钱眼开，没骨气。谁打扫得叮叮咣咣的？韩毅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领导竟然在亲自做早餐，竟然还做了这么大一桌。你该不会是想毒死我们吧？等会儿，这客人都还没动呢，主人哪有动的道理？快把糖花叫出来！你看，我给他做了一个最正宗的北方早餐。客人，糖花。啊，原来你韩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那当然，老天保佑，才走了一个大千金，又来了一个土财主，天降财源。无论用什么办法，我一定要留住这位财神爷。哪里？喂，池总，你一晚上没回来，上哪儿去了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宾馆住了一夜，一会儿回去。哦，那个郑小姐要我问你什么时候陪她去见婚礼策划。
最近事情很多，让他等着吧。以后啊，这扔垃圾这种体力活就交给我们男人来做，女人是用来爱护的，又不是用来干活的。不要在这跟我甜言蜜语的，出去这一套。哎，聪明，聪明。这个男人是谁啊？他怎么和聪明在一起？聪明去上班了啊？啊，对啊。啊？别说哥们不帮你，聪明有点嫌弃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这聪明在大城市里面扎根了，我们俩本来就有差距嘛。不过我不怕呀，我会用真心打动他的。哎呀，别跟我提真心，这年头谁还没个真心啊？哎，我问你，你之前追过女孩没？当然没有了，除了聪明，其他女孩我看都不看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的感情经历是空白。那我再问你，你知道怎么哄女孩吗？不知道。你这下就完了。这聪明要是碰上个又有钱又帅的，估计就跟别人跑了。那我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你别急，等我把话说完。我呢是一个感情专家，专门帮人解决感情问题。你只需要在我这儿下一个订单，我保证你能追到聪明。真的？当然了。等一下。成交。去。只有多没有少，你赶紧跟我说那。哎呦嘿，这又是哪个姑娘给我送的花啊？哎，花里有卡片，让我来看一下。哦，我最爱的小聪明，你是我今生的唯一，我愿意陪你一起变老，让你做我手心里的宝。小聪明，是好聪明吧？估计是。他怎么这么厉害？居然有第三个男人。第三个？干嘛呢？这大上班都杵在这儿。哎呦，池总好，池总好。有人给咱们公司的好聪明送了这么大一束玫瑰花呢。玩物丧志。快点！哎，保安，过来，把这花都拿走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韩老师，这样真的能给聪明惊喜啊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女孩都一样，都喜欢浪漫。你这么一做，聪明同事看到了肯定都羡慕。这事儿我保你成功。先求爱，再求婚，完了顺便在北京把婚礼也给办了。要是聪明不想回老家的话，哎，我们在北京定居也行啊。哎，总之，聪明喜欢就行。你放心，我的这套服务一条龙，保质保量，就扔这儿，保你满意。哎，韩老师，他们怎么把我的花给搬出来了呀？对啊，这谁干的呀？谁脑子进水了？放这么大一束花在公司前台，影响公司工作不知道吗？哎，你把我花搬出来干嘛呀？你的花是啊，拿走，影响我们工作不知道吗？哎，谁呀你？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这花又不是送给你的，我追个妞还影响秩序了？别跟这儿瞎搅和，滚蛋！要不然我直接把花给你扔了啊！你给我扔一试试啊！别指我啊！我指你怎么了？我还戳你呢！我戳死！你赔了我！哎，你干嘛？干嘛？我这个动我的东西！哎！
王彪，这是，哎，哎，聪明，快来看，楼下打起来了。打架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不是经理吗？还有一个给你送花的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啊？没事来我公司楼下闹什么呀？经理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经理，经理，他是你经理？经理，我是聪明的未婚夫。说什么呢？好啊，好聪明啊！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，别看了，赶紧散了吧！啊，走。好了，你的心意我知道了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俩先回去吧。有什么事儿晚上再说啊，晚上再说。好，先回去啊。好。说什么也要给唐花找一个酒店，韩毅那个贪财鬼见了他，就像是蚂蟥见了血，一定是忽悠他定制什么求爱套餐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以后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。看来那个男人也是郝聪明的追求者。韩老师，送花这办法不顶用啊！不是办法不顶用，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你说谁知道有2个蠢蛋出来搅局呢？那现在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我还有后手。打劫！打劫！别废话啊！钱呢？幸好是打劫。吓我一大跳。幸好是打劫，要钱是吧？除了劫财，咱再劫点色啊！上！不是吧？飞机场你们要劫，太残忍了吧！我就喜欢飞机场。差不多，赶紧上。现在啊，行，看我英雄救美。没事吧？池大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2个人战斗力也太差了吧！你现在还有心思说这些？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的处境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呢。哦，但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记得你回家不是走这条路啊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报警吧。哦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不带你们这么玩的啊！说好了英雄救美，这怎么还换人了呢？不行，得加钱！
加钱！你站住！糟糕，胆儿够肥的呀！馊主意一箩筐接着一箩筐的。韩毅，是不是你出的主意？不是啊，聪明，是我让没问你，你闭嘴。聪明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这样了。抱大腿也没用，回去。聪明，这韩老师是为了帮我才想这办法的，要不是这个人出来，我早就把你给救了。我是看到聪明遇到危险才出手的，事先我不知道你们安排好的。我自己的女人我自己会救，用得着你出手啊？喂，你说她是你的女人？没错，青梅竹马，指腹为婚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聪明提起你这样的人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。你们俩才认识多久啊？我们俩小时候穿干的裤子就在一块儿了。喂，越说越离谱。你什么人呢？不是我们俩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是他上司。又是上司啊？不是，我当什么人呢？聪明，我们家也有产业，以后我让你当老板娘，别再跟人打工。真是丢死人了。今天的事情算我多管闲事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最好别让我看见。嘿，这人脾气还挺大。今天的事儿是我考虑不周，毕竟新项目在试验阶段。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去 KTV， 一来呢给聪明压压惊，二来呢给糖花接风洗尘，怎么样？行。KTV， 肯定又是鸿门宴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。你们俩才认识多久啊？我们俩小时候穿干的裤子就在一块儿了。喂，越说越离谱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又不是宋小小，为什么会这么难过？现在有个叫唐花的来照顾好聪明，我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啊。但是，我实在是找不到说话的人，所以我来找你。没关系，医生跟患者之间偶尔也会聊聊天，放心，我不会收你诊费的，当然你也不会在乎。最近怎么样？亚人格还经常出现吗？最近还好，他有一段时间没出现了。那就好，有可能你正在逐渐治愈嘛。双重人格说不定在慢慢融合当中。双重人格融合？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我感觉我好累，好累。这就奇怪了。一般来讲，患者在逐渐治愈过程当中会感到很放松，怎么你就恰恰相反呢？谈恋爱了？说什么呢？没有，可能是现实生活中压力太大，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来气。总的来说，人生是有希望的。只要你的亚人格了却了心中牵挂，可能就彻底消失了。不过从此以后，你就只能一个人承担所有压力了。
你是说，要想让他彻底消失，就要了却他心中的牵挂？大体上如此。